据报道，6月21日，一名汉族青年准备在哈萨克斯坦戴安娜餐厅与一位哈萨克女孩结婚时，遭到当地哈萨克群众的强烈反对。这名汉族青年感到非常害怕，逃回了中国。目睹东突厥斯坦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维吾尔人权项目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停止强制遣返维吾尔政治难民。维吾尔人权项目也督促世界各国政府给予政治避难申请维吾尔人难民身份，并且为那些因害怕中国政府破坏而不敢申请政治避难者给予保护。第21届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于2018年6月14日至7月15日在俄罗斯举行。借此机会，移民德国的载比布拉前往俄罗斯，高举东突厥斯坦国旗，在莫斯科红场进行了抗议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欺压破坏、种族灭绝等等罪行的示威活动，引起了世界各地前来观看世界杯比赛人员的广泛注意。耶路撒冷6月21日报道，以色列总检察官21日正式指控以色列总理夫人沙拉内塔尼亚胡涉嫌贪污罪，将约为36万谢克尔（约合10.2万美元）的公款占为己有，并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土耳其首架 F-35战机交接仪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福斯堡的洛克希德马丁基地举行。F-35战机具有可见性低、传感技术和雷达系统等特殊性能，将提高空军部队的作战能力。此战机将是土耳其空军部队的首架第5代战机。土耳其国际学院达尔汉科德拉利表示，土耳其斯坦概念的复兴已成为民族记忆觉醒的象征。土耳其斯坦重新获得普遍表达是一个吸引中亚姊妹社区的新闻。欧亚研究所副所长表示，将揭示土耳其斯坦城市作为该地区经济中心的潜力。